中學同學畢業60週年，香港一天遊之母校參觀記。9條啦，咪係啦嗱，岸上洲大橋嗱嗰邊岸上洲大橋，跟住咧就呢度旅遊巴經過如果咧長天你哋咧覺橋，得跨過南巴勒海峽咁。我而家過嚟。到達九龍塘桃園街33號母校。校方幾個高層已經喺大堂迎接我哋。20幾位同學先安排到校史室參觀。香島之歌既熟悉又激昂嘅歌曲，唔止唱過1000次。校方早作準備，提供電子簡報 PowerPoint。都係師弟，所以咧中意好夠㗎嚇。我諗唔使用咪啦。咁啊，因為咧大家離開咗母校畢業60年咧，先由天水圍校長吳榮輝開場同介紹。校外啲同事先好啊！呢位就係我哋資深嘅黃志華校董，亦都係校友第幾屆我哋話？黃志華22屆資深校友兼校董。即係我哋全部香島機構所有財務嘅工作。咁最近咧就話校董咧就榮休，咁我係黃輝啊，咁就接替咗黃志華工作。我係34屆嘅，當時我喺度讀書嘅時候咧，仲有3次嘅啊。咁啊，畢業之後咧，中大畢業之後咧就翻嚟出邊工作啦，翻嚟母校咧繼續工作啦。之後中校係畢業之後咧，翻嚟母校工作，咁做個大埔天水圍，跟住咧調咗過嚟政校。啊，咁因為今日我校長咧，我作為校長大家都記得啦嚇，記得啦。咁就佢因為咧公務啊，做咗區議員又做校長，比較忙啲。而家咧喺政府總部咧有啲會議，咁所以今日嚟唔到，招呼各位啊。咁另外一位咧，我哋嘅行政主任先啦嚇，洪英主任都係校友，呢屆人大咁佢亦天水圍工作，亦都喺政校過嚟呢邊咧做我哋辦公室嘅行政主任。咁今日咧，黃愛英叫做總幹事，係我哋教育機構申請。之前咧將軍我喺度本來咧做副校長，咁調咗過嚟呢邊咧做行政總監。咁咧或者長話短説，我今日講好簡單。首先我介紹幾間學校，跟住何思仁副校長咧介紹香港中學精簡先得啦，好嘛？得。咁你班嚟講算係唔錯，好大班㗎啦。咁另外由於咧我哋喺香港回歸之後咧，我哋特首對我哋傳統愛國學校咧都比較支持。咁以往港英政府打壓嘅，我哋想新辦學辦唔到嘅。咁我哋咧喺2001年咧寫計劃書，大埔香島中學咧係我哋以前咧係私立嘅學校。咁我哋將大埔香島中學嗰批學生同埋老師大部分咧就遷入去呢一個天水圍香島中學。2001年咧開辦第2所直資學校。咁我哋香島都算係唔錯嘅啦。呢個老師嘅情況啦。何思恒副校長接力介紹。我哋依家有幾多班咧？總共我哋每一級，我哋有6級，中1至中6，即係以前嘅初1至高3有有嗰個6級啦，每一級有4班，總共24班咁啊，總共接近頭先啦，總監都講咗啦，接近900個人咁就呢個情況啦。我哋學生呢度資助咁啊，唔展開講啦嚇。咁學校嘅從大嘅範圍裏邊咧，即係呢個係教育局俾我哋都係要7樣嘢我哋唔做嘅。一個咧就國民，同我哋辦學理念係同出一轍嘅。國民同埋全球公民嘅身份嘅認同啦，呢個就更加唔同咗就，因為呢個咧要回應翻我哋香港在我哋國家發展裏邊扮演嘅角色，內聯外通，同埋香港角色，我哋即係全球嘅即係國民嘅身份嘅認同，我哋要做。
第二個啦，個知識方面啦，第三個語文嘅能力，中文、英文同埋兩文三語文，普通話、英文咁依家我哋有即係慢慢香港沿線啊，喺九龍區啊，所以收嘅學生來源即係沿線，同埋咧佢哋嘅學生嘅成績係應該3間學校最好嘅。而天水圍咧就大西北咁比較偏遠啲，咁所以學生嘅素質又相對地差少少。不過咧都學生都乖嘅，但係有一個能力成績咧就冇咁突出。將軍澳咧亦都係一個新嘅地方，新市鎮以前西貢我哋識。將軍澳區咧就新市鎮啦即係咁就兩個地方3間學嘅校情都好唔同嘅就咁。有啲可能有，都有，跟住咧你自己認㗎，自己認㗎，係啊，咪有喺度，一睇就知有喺度。呢張咧就黃校董攞咗2張60年前珍藏嘅畢業大合照俾我哋唔係你可以先有時食下水果得嘅，睇靚啲。第19新界2屆畢業生合影，1965年6月。多數同阿教明一齊㗎，唔係呢個阿海軍啊，呢個就最嚟啦，呢個蔡亞敏實。阿偉啊，呢個你啊，係啦。校方悉心招待，提供水果、瓶裝水俾我哋。我而家大合照先啦，最後排人起身咯，跟住就阿華英而家大合照先喺度。考試室嘅大合照。歷屆傑出校友名錄。係啊，壁報形式介紹母校嘅歷史，大家先短暫離開校師室，到其他地方參觀。熱隊到操場，先嚟個大合照。操場大合照。操場邊，大家閲覽畢業同學名錄，揾下自己嘅名。地下籃球場，記憶中以前就係校園門口對出嘅一片三角形嘅沙地。仲記得有沙池用作跳高、跳遠訓練。學校參加各類校際、國際比賽活動，得獎無數。擺到爆晒棚。呢個咪小嘅放手機，我放手機。OK， 分兩批，三樓先。上樓上參觀禮堂、課室同埋圖書館。3樓嘅大禮堂。安排咗喺禮堂拍個正式嘅大合照。
禮堂嘅大合照。繼續參觀電腦室。依家我哋嘅黑板係咁樣一般嘅標準教室，佢哋電子黑板。要咩班咧？應該全部用電子班㗎啦。係電子班，好似邊咁啊就係啦。呢啲粉筆我哋都少用啊，係啊，咁啊，開 OK， 開咁樣。圖書館同埋自修室。可能仲會比佢後生啲。幾年班嚟？中四。我們2018年畢業啊。喺美國籍啊？香港。我香港都係。我哋香港。母校60週年，新加坡校友會慶贈。母校45週年校慶，澳洲為軍贈送嘅紀念品作育精彩。黃大仙富林酒樓咧，就係嗰人79週年。